来是台南的后壁区，昨深夜有2台车不明原因烧弄，挡风玻璃弄到碎裂，车头嘛弄到变形，2个女驾驶甲1个乘客，3个人拢亡生。烧弄的原因是落雨，路面伤骨，或者是天色暗昏看无，爱搁调查厘清。 消防人员赶到车祸现场要去救人，因为这2台车共有3个人掉伫内底。真无简单，总算救出2个人，不过伤势真严重，情形无乐观。赶紧急救甲死神对抗，救护车赶紧将伤患送去病院急救。这个车祸发生伫台南后壁区德围后桥附近。昨暝当时57岁姓陈的女驾驶赛车经过南80线，甲1个姓郑的女驾驶烧弄，2个驾驶甲人客当场都无气啊，送去病院急救嘛无效。双方驾驶人当场死亡，另一名63岁杨姓乘客送医后不治，全案报请检察官相验。 车祸现场零件落甲满世界，玻璃拢破了，可见弄一个真正咱。经过了解，2个驾驶，一个是南投人，一个住伫嘉义的水上。为路线来看，判断是要转去的半路不幸去拄到尸检，日时中会车祸现场。这个路段是一个转弯边个有上斜路，所以讲沿路拢袂少减速的告示牌啊。过来有哦，你剩一块行看尔啦。 刚刚你发现的时候拢袂有动啊，所以我都无位接。遐2、3个路口的，所以要出来拢爱停的，较看详细较出来，迄袂使随冲出来啦。到底是因为落雨路面较骨，还是光线较暗，无看到有车？即马这拢是警方调查的重点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